乡亲啊，这个花是金选剧场望川，伫日本的独立电影奖，阁摕到2项的大奖。恁老爸叫蒋医生。对啊，怎么嘛？你认识他？一个通缉犯伫 party 拄着咧做传播妹查囝，老爸敢应该甲查囝相认咧。演员龙少华演出内心的倔强，精彩演技嘛，互伊摕到日本最高荣誉独立电影奖最佳男主角。我们万川能够得奖，实在是得来不易啊！你让我这个扬眉吐气在国际上。花市金选剧场望川，除了男主角得奖以外，导演尤明嘉甲叶太太是望川的编剧，嘛有摕到最佳编剧奖。比较还是东方的东西，所以其实能够在国外能够获得人家的肯定，我觉得这还蛮开心的。这已经是望川伫意大利奥尼洛雅典美国独立电影奖东京国际电影节了后，搁再得到国际奖项。女主角杨静伫拜六嘛要竞争金钟奖的美丽剧集的女主角奖。导演嘛希望望川伫国际上好表现，会当影响伫故乡台湾，但搁再摕到一座金钟奖。